其他营养。先到就是爱在每一个开班的过程都会推动，咱自教咱本身该尽的去做，但是做了后，咱的心爱上啥，上到这个我来去掉，这个我无去掉，咱可能就是一个当中的看点。好，所以我感觉，每当你一切想，就是开始当你一切想这个人咧，会调咱赞叹一句话，或者讲，你就是菩萨，你一切想这个菩萨，啊，这个分，所以呢，咱每当理想当然爱改变的心这个方法，像我想到方法，咱的我来当方法，你是世界上最难的。哦，你甲想讲你过去想的足侪代志，计较代志，你甲想到倒转来，敢若是讲无当计较，我何必要带你计较这个心理上面？哦，所以咱今日心理的研究，咱会当用上新的心情，用上快乐的心情，上在意的心情，上在爱的心情，咱来影响咱未来一年这种活动啊，互咱更较侪项机会，咱来动用了咱的活力对咱的关键。所以呢，我把这个所在，理想啊，对个这个所在，你对这个江妈妈吼，讲讲吼，这个代志吼，咱透一个感觉足天真。啊，当然讲了较不同的所在，希望咱多见面啊，会当甲咱包容。其实咱就要等来甲咱带来的吼，就是去看着咱家己的心情，咱的生活同款。所以咱你只要讲，只是甲咱的感受讲出来，啊，互咱过一个来甲咱做一个回应，咱指教。啊，是年轻嘛吼，这场叫咱过时间，就来建立到个人的内定，身体的健康，吼啊，心理的健康，咱有这个项宝贝，将来就要推销就是困难。以上咱我介绍的感谢各位。
对。前到启动，后到启动结果胡律师扬言如意了事事顺利。
咱每一位同修，咱会知影讲，咱修道呢，这个工课啊，是非常的殊胜，因为咱讲殊胜呢，咱若是假使讲今仔日。咱是分别业所种来这个因缘深厚，咱会当讲今仔日拄好有这个机会，有着这个三座普渡，有着这个天命名师道中讲释，咱来得到这个胜利成法，会当呢来了解这个生死轮回。但是咱各位爱知影。因为看咧，咱这大家拢是老亲戚，那么伫咱这个所在，咱大家应该爱知影，
发生的心就是咱的愿，咱的愿。所以人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咱今日拄向咱房间论述的主题啊，讲咱今日咱家是新春，今年的第一个课会班。那依然甲是第一个课会班嘛，希望咱大家会当呢奖励咱保持咱当时修学道这个初发心这个心无退，咱可能还是继续的努力，再来加强咱的志节，加来发咱的志，发咱的愿。所以这个愿也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动力。所以咱人有愿是袂使对。所以每一个大大小小拢有愿是就讲咱今年大家嘛愿讲我在咱个人来讲，我希望讲我今年的生活会比旧年较好。或者讲我今年愿讲我修学道会比旧年较精进。或者讲我愿讲我今年修学道我要来读3岁，这就是愿。假使讲咱这种老菩萨，拢是有年纪的人，虽然有年纪无要紧，咱爱有一个目标，人生有愿到有梦，咱讲有梦才会美，有梦才会美。这个梦虽然是当初发这个梦是空的，但是呢，咱若照迄个愿去来努力，到尾啊，迄个愿是实际，迄个梦嘛是实际。比如讲啦，我这是个比喻，多一个数字来一个头前，我是不安尼看安尼比喻啦，我相信讲数年啊，点了生囝了后，伊就是一个愿讲我今日一生，我要将我这个囝要来栽培，互伊成就，要后日栽培，互伊会当读大学，甚至要栽培，互伊后日会晓修行学道，这是一个愿。无可能你若出世就读大学，无可能你若出世就要修行学道。但是你照你的理想目标去甲伊推动，去甲伊带动，去甲伊鼓励，到即摆到即摆请问讲伊所有来囝有咧修行无？咱讲会知影无？有啦这个真啊，我是比如啦毋是讲伊足好啦，比如咱大家知，咱的内底足济拢安尼啦，这是比如安尼讲，咱有这个愿自然的，咱就会朝迄个目标去来努力。那么咱大家互我看法，咱这拢不然昨年的道亲啊，像阮哥哥咱这道亲房间师生，是这个这个师生，咱这内底拢足济老道亲，
请问咱这老菩萨，伊就新的啦吼，新菩萨。你咱平常唔见用何乐唔知会晓的吼，会晓的吼。做上啊，你平常唔见用何乐唔知会的吼，会袂？那袂呀？信息呢，你讲咱